印度航太母舰扫对菲律宾去，目前已经知影伫菲律宾造成11个人死亡，也伫首都马尼拉是停班停课，菲律宾海空的交通嘛拢暂停。 排水沟最正错漏，路已经规拢淹水，路边的铁钢管因为气压的冲击，唔知飞到倒去，水敢若喷泉共款喷到正悬，真侪车拢停伫咧地势较悬的所在。印度航太摩羯连续2天影响菲律宾，出日下昼伫咧奥罗拉省哈西古兰顶登陆，菲律宾北部和路龟岸真侪所在淹水，抑个引起土石流，马尼拉停班停课，到阵间国内航班取消。 Hanggang ano po, yung mga bahay hanggang kalahati ng bahay. Sa bubong po namin, dito po bumababa. Kaya yung hagdan po namin, nilagay po ni Mr. dito. Dahil mahirap talaga kasi ang lakas ng tubig eh. Yung current niya, ang lakas. 马尼拉郊区安迪普罗区，包括1位菲律人在内，有几多个人因为土石流死亡，有5人渡水，尸体已经找到。官员讲，因为满楼水消退甲正慢，第一天也有300多人踮伫咧疏散中心。 灾害应变办公室讲，摩羯风台吹去伫咧中部城市侵袭，造成真侪人死亡，也有真侪栋厝受损。菲律宾每年6到10季之间，差不多会有20个强度无共款的风台侵袭，厝基础设施被破坏。今年7个强烈风台凯米落大雨、做大水，至少22人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